而家人人都想一夜爆紅做明星，但真係有咁易咩？嗰啲今日紅到發紫嘅藝人喺被鎂光燈圍住之前，背後捱過幾多年、幾多辛酸，你未必能夠想象到。你今日見到嘅天王影帝、樂壇天后、女神男神，背後有啲曾經洗車洗到手都發麻，有人喺餐廳拎大餅被鬧到狗都厭，有人更加誇張喺醫院裏邊搬屍體。如果唔係命運突然間嚟咗個大轉彎，呢班巨星當年大概率仲喺血汗工廠、茶餐廳廚房、金鋪櫃台繼續捱世界。今日就帶大家嚟數一數嗰啲如今風光無限嘅巨星們入行前究竟係點樣打工為生嘅。一、周潤發。發哥貼地就個個都知，市民要求合照永遠都唔會拒絕。入行前嘅佢工作一樣貼地。周潤發出道前做過洗車工，有一日車行嚟咗架勞斯萊斯，周潤發睇車好氣派，洗完之後好奇咁摸咗摸，估唔到車主卻指住佢個鼻大鬧：摸咩摸？摸壞咗你賠得起咩？好似你呢種人呢世都買唔起呢部車。身高超過1米8嘅周潤發自尊心碎咗一地，但對當時嘅佢嚟講，大概都習慣咗。因為爸爸爛賭導致佢家貧如洗，周潤發早早輟學打工，做過擦鞋小弟、酒店門童、洗車工、搬運工、照相器材售貨員，受盡咗勢利白眼，嘗盡咗人情冷暖。喺酒店做門童嘅時候，成日都有人俾佢貼士，但每次都俾領班攞走咗。後嚟有一次，周潤發攞到1蚊嘅貼士冇上交，估唔到領班暗處見到，轉頭就將佢炒咗。生活所迫，佢只能夠不停咁換工作，直到1973年，18歲嘅周潤發陪同學面試無線嘅訓練班，結果同學被淘汰，佢個面試成功咗，命運嘅齒輪終於開始轉動。多年後，成為影帝嘅周潤發一下子買低咗6部豪車，其中就有一架超豪華嘅勞斯萊斯。佢仲專門開車返到當年嗰間酒店去睇嗰個為咗蚊雞開除佢嘅領班。二、周星馳。星爺近年好少喺幕前演出，但相信觀眾們仍然時不時諗起佢一系列嘅經典作。星爺入行前曾經擔任辦公室助理，嗰陣嘅佢一面喺辦公室上班，一面做住不同嘅小角色，直到1982年先加入 TVB 嘅藝員訓練班，之後開始被導演賞識，展開咗電影生涯。三、梁朝偉。梁朝偉能夠走上演藝呢條路，多得周星馳。兩個人自細就相識，而且家庭境遇亦都差唔多，都係自細跟住媽媽長大，而且家庭貧寒。梁朝偉嘅爸爸係個賭徒，後嚟離家出走，不得已所有家庭重擔都放咗喺年少嘅梁朝偉嘅身上，所以梁朝偉早早就步入社會打工。15歲嗰年就輟學，到處做底層工作，比如報童、賣洗衣機、空調、冰箱等等，就係一個銷售員。嗰陣起，梁朝偉就一直諗住將來能夠做一個主管，然後好好地做嘢賺錢養家。當周星馳提出嚟要一齊去報考無線嘅藝員訓練班嘅時候，梁朝偉一開始係唔係幾有興趣嘅，但周星馳就一心想做一個電影演員，所以極力勸說梁朝偉。後嚟梁朝偉終於心動就辭咗職，咁令到媽媽非常不滿，仲斷咗佢嘅經濟來源。雖然媽媽唔支持，但梁朝偉嘅呢個決定直接改變咗佢嘅一生。後嚟大家都知道啦，周星馳同梁朝偉一齊去報考咗 TVB 嘅訓練班，結果直接就被錄取咗。而周星馳嘅運氣真係要差好多，佢冇被錄用，後嚟又考咗幾次先入咗夜班去學習。自此之後，梁朝偉嘅人生運氣開始一路高漲，最終逆襲成為咗一個時代嘅影帝。